大家好，今次呢條片咧就係咧小學2年班啦，乘法系列嘅第4條片啦，就係講咧關於咧三咧嘅乘法嘅。先咧我哋睇睇咧三咧嘅乘數表。咁咧3乘1啦，即係3嘅1倍啦，咁當然係3啦。3乘2咧，其實等於咧3加3啦，亦都係3嘅2倍啦。咁咧答案係6。好啦，如此類推，3乘3係3嘅3倍，即係3加3加3等於9啦。3乘4等於12，3乘5咧等於15，3乘6等於18，3乘7等於21，3乘8等於24，3乘9等於27，而3乘10咧係等於30啦。咁嗱，點解我哋要用乘法咧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話咧，我哋避免咗咧重複同加法嘅啫。咁之前咧二嘅乘法一部分咧已經提過嘅。咁今次再同大家溫書啦。咁嗱，3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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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，咁幾多個3啊？有5個3喎。咁所以咧係等於3嘅5倍啦。如果用乘法表示咧，就好似頭先乘數表咁講啦，就係3乘5啦，咁等於15。跟住咧，我哋睇睇一啲咧應用題。第一條啦，每一個橙咧賣3蚊啦，半打橙賣幾多錢呢？半打咧就係6個啦，咁所以咧半打橙嘅售價咧就係等於3乘以6啦，咁等於咧18元嘅。去到第二個例子啦，一個三角形有3隻角，10個三角形有幾多隻角咧？10個三角形咧角嘅數目係等於3乘以10啦。咁咧係有30隻角嘅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